因那食方便台东美和乡南势口14级的阵风，富冈15级强阵风，这强风大雨是已经造成台东超过28000户停电，金峰乡迄边是有超过300户停水停电，而且嘛有一寡徛家这厝顶是起互风吹才无去。另外，这地上乡过一日的雨量就破300多毫米，秀姑峦溪下水下袂利，造成人家厝入水。台风杨柳已经在今天下午1点正式登陆台东太麻里地区，随后就是花东地区风雨最大的时候，包含美和、香兰都有达到14级阵风，也让各地传出灾情。杨柳风台风有到头，大高山海花边大影一直降来，风台登陆前后，应悬一度超过6公尺，观光客拢走了，唔敢来。太麻里市区风雨有够大，阵风达到14级。就连建筑物也挡袂牢，就伫个路的有铁片车库，规个雨风掀起来，威力是真惊人。风雨也是愈来愈大，更加造成停电的灾情。因为我们是做生意啦，怕东西会坏掉啊。这边是算是灾区啊，每一次的那个台风一过境，就是交通就瘫了。很多不方便啊，没有电啊，也不好睡觉啊。这边很闷热。闷热。太麻里金峰乡主题区徛家内底拢黑暗暗，民众将照明的设备提出来勉强维持，小型商店也无法度来做生意。当地停水停电已经过几啊点钟啊，也无度恢复。因为我好久以前遇到这个台风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停电，然后我自己自备发电机。是不是只有住户厝顶也袂符的修理，赶紧用石头甲篷布砍掉咧？希望厝险莫吹走。到下晡4点，要有28049户停电。杨柳风台也带来惊人的雨势，地上乡一天累积雨量超过300多毫米，秀姑峦溪山下袂赴发生倒流的情形。真侪所在即饮水管理徛家，后续清理恐惊爱几啊天的时间。杨柳风台威力真惊人，侵袭东台湾。先下晡4点已经伫台南市7股区附近出海，不过外围环流落雨，恐惊继续影响东部地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